说10月16号主日侍奉，菩萨婆也还跟大号上一赛8:30，那个赛10:20，我少了麦10:30，12点整好，他个毛水大的你就看，他都讲到下一周这个牧师，主牧师，司礼请进党，指示，到几层里面指示，实现陈明年文台西指示，招待这林学英姊妹，陈明年指示，这卡巴罗拉指示，赞美礼拜。敬拜赞美第4组，这个行准备的过来就能欢迎黄以玲，第一师铁组，施启正、吴佩琴、黄以玲，也能喊今年都不说我们大行年轻人，好吧，咱们上大行。投影陈桂梅，音控刘心怡，也把那这个好，及吴秀萍，儿童主任生意不是，叶丽丽制作长老及王英杰长老，能在各团体聚会的内容。提到，松年10月份探访关怀，能喊今好一点，给秀如内府上出日后安排机会探访好松年弟兄，10月份探访关怀，地点是有新安罗马，因为固定的给安排。加拜的弟兄，多少个丰年团契，10月15号礼拜六，大家8点好所公益，我们领袖及秀美长老及家庭长老开始拿你处理2个领唱，你2楼教会好，叶丽丽，好啊，叶丽丽好，然后本座集会的内容。10月12号礼拜3，8点，加礼拜，因为罗马的高来镇，弟兄处理上这环节长老47，张淑仪用263，16号3楼，因为不明白2号，市会，校政局指示。10月14号礼拜5，大家8点好祈祷会，处理我们的牧师从4位及陈嘉玲姐妹，多少个奉献报告，能够喊的那个奉献在上个礼拜7万5名，267万，cakap kira，apa kata？ 谢谢主耶稣，是给我们的力量很感谢各位。很多少都本金，ini把给你奉献了，那么弟兄姐妹我aku tunggal bisa aku sangat bisa aku baca mata ini sebenarnya terhati只是团pasmana yawainanan本座的古今进入能喊顶好礼拜天本来赛礼拜六，礼拜6，你怎么知道？
年中会妇女部将召开第25届妇女施工部研习会，举行年度计划讨论。时间呢，10月16号，礼拜天下午1点30分，等下下午5时开会啊。地点今年一样，建新教会桃园市大丰路109号7楼，请妇女团体要派参加哈。这一消息不大，请仔细为干主啊长老就是孙乃长老一直关心带导，求主安慰及在家主中赐给他们力量，靠主刚强。第二，请为给来巴布达拉米主他新年大学生名单，明年1月21号，唐拉萨1月22号，我们高中学测高三学生提名的代表。高三学生提名代表，愿神引导未来的方向，走在上帝的心中。Ya Bapak juga sering meminta hidup pilih selong sehingga像高三学生由主席林安雅、珍珍。文家恩、陈家肉、萨多罗，请继续为长者、肢体软弱的提名所望代祷，求主坚固信心，有力量胜过各样的难处。学人啊，明天出院的夏主张也来基督安养院、杨清福、林主任。苏建荣也让你长庚医院修养及经验，张以珍、周月霞、张年清、谢贤进、张永昌、林丰盛、何秀妹、林妹、谢玉花、张颖拜、林淑莹、徐金宝、王金代、张长龙我们为他们代祷。Sasaran ayat 16年的10月打到12月，jatuh dipai diangkat ini awal dengan itu ya mengenai pada soal angko kansi pada saat mengenai kalau Cina kalau mengenai san kemahan langsung ini seperti ini terhang能到经济应当预备起，应当只要凡事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告诉上帝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咱们没圣诞。